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餵食女王。做媽媽嘅一到假期呢，就要諗方法、諗地方俾小朋友去放下電、放鬆下。特別係一啲長假期，真係要帶佢哋瘋狂玩足一日啊！今次介紹一間極限運動館俾大家，100零蚊可以玩足多項嘅瘋狂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出發。如果想知更多深圳好玩嘅地方，記得訂閱餵食女王呢個頻道啊！X 心跳玩家呢係位於龍華嘅大浪區嘅，樓高3層，佔地8000尺。入去前，我哋先嚟講講交通方法。我就建議打車過嚟，羅湖口岸或者係福田口岸過嚟呢，大約都係60蚊至80蚊車費嘅啫。坐地鐵去嘅呢，就係6號線陽台山東站 C 出口，行600米左右。羅湖過關嘅話，就喺科學館站轉車。如果福田過關嘅話，坐4號線去到紅山站再轉車。一入到去呢，係一個入口，左手邊係一個購票處同埋休息處。心跳玩家入場遊戲流程啊！先掃碼領取保險先，而購票需核銷啊。美團啊、抖音上面買票呢就需要核對啦。之後呢就存放物品，然後入場同埋穿密啦。因為好多活動呢都係需要穿密嘅。之後熱身後開始遊戲啦。下面有注意事項啦，大家慢慢睇。第一步嘅掃碼領取保險係免費嘅，掃碼入去填上你個人資料，然後簽署。一部手機可以做多個人嘅保險。第二步購票，如果喺線上抖音、美團購票嘅話，就需要去核銷。當然抖音、美團呢都有特惠嘅套票可以購買嘅。如果冇嘅話，可以現場到櫃位購買。呢度呢係門店價，有親子票同埋單人票。入去之前呢，可以睇睇呢個導覽圖，1樓、2樓、3樓，最多項目呢就係1樓啦。如果想玩刺激嘅嘢啊，當然要上到2樓、3樓啦，因為你要跳落嚟噶。最推介嘅特色項目有月球碰撞、靈魂擺渡、極限逃生、海盜船、奔極、太空環，仲有呢個魔鬼上滑梯啊！迪斯科轉盤呢，最多小朋友玩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各自戴好手環，每人攞咗一對襪。好，而家出發。首先要將重嘅物件寄存先。呢度有 locker 可以俾大家寄存噶啦。玩之前呢，記得熱身啊，因為有啲項目呢唔單止考你膽量，仲考埋你體力啊。第一步已經係幻影星空 VR 機嚟嘅，車呢係跟住你個視像嗰度呢而調節喐動嘅。呢個項目呢都非常之受呢個大人小朋友嘅歡迎。當日見到有小朋友喺度排隊啊。VR 項目呢，出邊閒地68蚊一次嘅。激情燃燒啊，燃燒你嘅卡路里啊！記住唔好踩到紅色格就得啦。呢個小朋友呢都玩得幾叻下喎。有3部體感遊戲，乜都唔使，徒手可以切生果啊！前面介紹呢都係熱身運動啊，而家我哋進入主題啊！全部啲靚妹啊，呢啲，所以一班人嚟玩呢係非常之開心啊！你睇下，全部都係同學仔嚟嘅。呢個轉盤最受小朋友歡迎啊！360度自行車啊 ，Ready Go！ 呢個呢係衝落嚟嗰下呢有少少刺激。3層樓咁高嘅攀爬區啊！講求膽量之餘呢，仲要講求體力啊！你睇下呢個妹妹幾好體力，
講到尖叫聲最多呢，就係呢個魔鬼瀡滑梯啦。同你講啦，體重越高啊，瀡得越快啊，所以呢，頭先個女仔呢，瀡得非常之大聲。差唔多90度嘅瀡滑梯啊，好似跳樓機咁樣啊！3層樓咁高嘅攀爬樁，真係一步一驚心啊！讓呢個月球碰撞啊，睇下邊個大力啲。通常海盜船係要大型嘅遊樂場先有噶，呢度呢，就有條180度嘅海盜船啊，周圍都係尖叫聲。另一空間仲有射箭啦、桌球，仲有呢個裸眼5D 影院。上到嚟2樓呢，我仔最中意玩就係呢個賽車鏡啦。隔籬呢，仲有 PS4 同埋 Switch 嘅專屬休息區啊，呢度可以休息下，可以打下機。仲有呢個卡拉 OK 房，戴耳筒嘅，唱得好聽定係唔好聽呢？咁啊自己先知啦。打機嘅隔籬呢，有保齡球，有4條線。嗱，睇下我表演先，睇下有姿勢有冇實際先。極限逃生好考膽量啊！側邊呢就係一個彈床區，彈力非常之夠啊！小朋友呢度可以玩足1日啊！仲有咁大嘅海綿池啦。呢個又夠唔夠刺激呢？上到3樓呢，最主要就係呢個碰碰車啦。雖然碰碰車個場呢唔係好大，但我仔呢都話玩得幾好玩。嚟到成座大廈最高嗰點啊，3樓仲要上啊！原來呢度係玩奔極同埋螺旋滑梯嘅。哇！你睇下幾高下？呢度差唔多有3層半啊！3樓仲有一個心跳補給站，可以買下水啦，買下零食之類。嗱，由呢度望落去呢，可以睇到唔同嘅高空活動啊！我就覺得呢度呢就超抵玩啦，100零蚊可以玩到咁多嘅項目，其中有啲項目呢要去大型嘅遊樂場先可以有，同埋佢哋嘅項目呢動靜都有，有動嘅都有靜嘅。門口對出呢，行上樓梯就可以見到一幅文化牆啊！文化牆上面呢，好多明星嘅照片啊！原來呢間品牌呢喺湖南開過嚟深圳噶，好多明星嘅綜藝節目呢都喺嗰度拍攝嘅。好，仲有好多團建嘅照片啊！好啦，呢條片呢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收看，下集再見。請訂閱、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，拜拜。